迄阵有熟悉一个做银行的经理，伊加我15岁。有一天，伊就甲我讲伊的故事。伊甲伊的太太，一个是甲伊查甫的，一个是甲伊查某的，只不过是倒兵。因两个是互逼婚，逼婚了，佮生一个囝。这个囝自细汉到大汉，拢毋捌快乐过。一年的台北同志大游行。伊这个囡仔一手牵着爸爸，一手牵着妈妈，三个人头一摆做伙行伫个路顶去参加同志大游行。你看这个画面，你会感觉讲是父母陪囡仔出柜，毋是是这囡仔拜托恁两个父母，拜托的恁出柜。我就甲这个朋友问讲：你过去有啥物款的故事？伊就讲，伊伫底结婚之前，其实伊是和伊的当时的男朋友是暗算要相带走啊。毋过厝内底就是反对嘛，所以就逼伊结婚。结婚迄天，迄个男朋友过去，迄是因这世人上尾一摆见面。